好啦，有人就話亂過馬路俾人 claim 90幾萬，跟住咧又有網台咧又話碰撞輕微，其實連事主都喺個節目度聲稱話自己咧都未睇過條片嘅，我又唔知點解啲網台又可以話碰撞輕微啦。anyway 啦嚇，咁我哋不如睇一睇條片個真實情況係點先啦。好啦，咁片就睇完啦。咁究竟係咪碰撞輕微咧？咁事主又有冇咩問題咧？咁就閣下自己諗一諗啦，好冇？咁交翻俾張生講一講呢單案件啦。其實我哋睇翻咧呢單案件咧，其實佢唔係話亂過馬路喎，似係咧佢由始至終都喺個馬路上面跑嘅。咁好啦，當佢喺馬路上面跑完之後，造成一個交通意外啦。嗱，就回應翻啱啱麥生嗰個啦，嗰個碰撞嗰個力度。其實我哋啱啱大家睇咗條片啦，究竟個碰撞嗰個力度係咪輕微咧？我哋喺片段入面其實都可以睇到，事主架車係比較後面嗰架車撞前咗，大概係一個車位嘅。咁當然啦，有啲網台嘅台主啊，或者一啲嘅主持人啊，佢哋都話係輕。咁究竟輕定重，其實可以自行判斷嘅，撞前一個車位呢一個位置。咁好啦，其實去到最尾，我哋都得知啦，呢一單案件入面係牽涉到一個女仔加2部私家車，但係其實咧都有一個警察嘅文件啦，係講緊個判決嘅結果，其實係得個女仔一個人係罪名成立，係罰款咗400蚊嘅。咁唔向個女仔作出一個追討，咁又應該向邊個咧？咁就交翻俾咁多位網民去思考一下呢個問題啦。咁翻去嗰個92萬嗰個問題啦 ，OK？ 咁我哋就揾多個案例嘅，個案例咧就係大台御用，亦都專業嘅陸勝大律師行嘅一個 Chambers 嘅案例嚟嘅。咁關於呢個案例咧，就交翻俾林律師去同大家講解一下。呢單案件咧就係由陸勝大律師行其中一名大律師處理嘅。案件編號咧就係區域法院人身索償個案2016年第1218宗，咁判決日期咧就喺2019年4月17號判決嘅。咁個案件牽涉到咧就一位乘客，咁咧佢因為意外咧有頸背嘅輕微受傷，咁估計咧佢索償金額咧就應該30幾至40萬啦，其中淨係呢個痛苦賠償咧都牽涉到20萬嘅。而最終法院咧判呢個痛苦賠償咧都15萬，另外咧醫藥費咧就幾千蚊。至於人工損失同埋競爭力損失咧，法院咧就唔批啦。同時間法院咧判呢個申索者咧係可以獲得訟費嘅。好啦，咁大家聽完林律師講解嘅呢個案例啦，就連大台御用專業公正嘅陸勝大律師行咧，其實喺一個人有頸背輕微受傷嘅情況底下咧，都 claim 緊30幾至40萬嘅。咁好啦，咁我哋睇翻而家呢一單 case， 一個小妹妹過馬路嘅呢個 case。等陣先，嗱呢個位我想糾正下，佢並不是一個小妹妹，佢係一個20幾歲揸住成人身份證嘅一個成年女子嚟嘅。OK， 好，繼續。我唔啱。好啦，咁而家講緊咁樣嘅話咧，牽涉到3個人，再加1架車嘅維修費 ，claim 緊90萬。另外一個 case 就係60萬嘅天價索償，嗰度係牽涉緊2個人。另外一單又係所謂嘅天價索償80萬，嗰度係牽涉緊4個人。咁我相信呢一個咧係全香港原告律師一個正確嘅申索嘅計算方式嚟嘅，因為就連大台御用專業公正嘅陸勝大律師行都係講緊咁樣去 claim。好啦，另外如果我哋本律師行喺個申索過程中有任何不恰當嘅索償嘅話，我相信公正嚴明嘅法律援助處legal咧係絕對唔會坐視不理嘅。好啦，咁另外咧第一條片出咗之後咧，我哋都見到有好多網民咧踴躍地咧留 comment 嘅。
咁我哋都好辛苦咁樣咧揾到幾個咧叫有質素少少嘅 comment 啦，咁我哋都想回應一下嘅。咁啊，其中有一個 comment 就話啦，咁你哋同謝勝醫生有冇關係？人哋節目講到好似一條龍咁，提都唔提下喎。你哋又點睇？你哋好似咁多客仔都去咗睇謝勝醫生呢？香港咁多個醫生，點解會不成比例地多人睇呢？ OK， 咁我哋就住呢個問題咧，亦都想真係回應一下嘅。咁啊，交俾林律師咧作一個聲明先。現作出嚴正聲明，本律師行從來沒有串謀任何一位醫生。回應翻嗰個網民嗰個問題先啦，即係關於醫生比例呢一個位置嚇。嗱，其實即使大台咧係精心挑選咧，頭幾集集中去只係提及阿謝勝醫生之外咧，嗱，其實都無阻到一啲好心水清嘅網民咧，其實都發現咗一啲細節嘅喎。嗱，其實咁多集呢個大台嘅節目入面咧，其實係出現 N 咁多位唔同嘅醫生。嗱，當中啦，輕輕講一講啊，包括咧有骨科嘅陳醫生啦、骨科嘅李醫生、骨科嘅葉醫生，另外仲有黃醫生、吳醫生等等嘅。咁亦都就着啦，呢 N 咁多位唔同姓氏嘅醫生啦，咁我相信都已經解答咗呢個網民嘅一個疑惑啦。好啦，咁我哋綜合翻3個位啦。第一，專業公正大台御用嘅陸勝大律師行嘅案例啦。第二，公正嚴明嘅法援。第三，大台節目間接幫我哋澄清咗，其實我哋並不是得一個謝勝醫生。咁綜合翻以上嗰3點咧，嗰一班自稱行走嘅豬肉咧，其實根本由頭到尾都係一班不負責任、唔報保險、不盡不實、顛倒是非黑白嘅一班施害者。而真正嘅受害者係邊班咧？就係俾你哋影響咗喺交通意外上面受傷嘅嗰一班，先至係真正嘅受害者。好，綜合我哋啱我哋分享嘅內容啦，其實有一啲嘅心水清嘅觀眾咧，應該會有啲得着嘅。嗱，我哋喺往後嘅時間，我哋會陸續都會拍多可能數集啦，去回應翻網民一啲嘅問題嘅。當然，我哋都知個反應比較熱烈嘅，我哋都會去精心挑選一啲比較為有質素嘅問題去回答嘅。咁多謝今日大家嘅時間啦。